风台雨愈暗会愈大，南投的仁爱乡公所透早就带人去罗山温泉区去劝游客赶紧离开。因伫咧去年的8月风灾受损严重的南丰加油站，嘛伫咧办公室加装铁门，必要时会全部撤走。 公所用会动员警甲船长来到南投仁爱罗山温泉区，除了确认风台状况，嘛对着各地留守的店家来进行劝离。要撤离哦，这里这个还是比较危险，比4可能比去年还严重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尽早来离开哈。 风台带来风雨是愈来愈明显。南投仁爱乡公所23号，除了派出大型机械入去到各村落，若是交通中断会使紧日来抢通，嘛预防性的撤离罗山温泉区的9位游客以及当地居民。公所24号再一次入去到罗山，嘛发现还是有部分的居民留守伫家园。我们马后坡的一个部分哈，那边的我们的乡民目前还是有10几位的乡亲是守在那边守护他们的家园就是总共有4家有营业那目前就有大概2位左右是守护他们的一个家园。另外，伫仁爱乡的南丰村第14线71公里处的这处加油站，为9日大地震了后，已经4遍被土石带去。去年8月风灾受创是更加严重，而这次风台预算带来强风大雨，站方除了装上铁轨门，嘛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。防止土石再冲进去听老板的吧，就是撤，赶快撤它会很大啦，危险会那个出事了啦。 目前加油站边以及后边野溪河道都已经清出来，不过两边阁是放了未少的土石，有的甚至关过后边的冻土墙。站方表示，虽然已经做好风台准备，不过还是希望这设施会使只是准备好，煞无用到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